哎，完蛋了啦，砸掉了。没人要救你呀！救命！这叫请大人呀！救命！溜冰。对啊。会啊！滑倒，摔倒。有没有胶带啊？为什么？有没有胶带？受伤。然后有没有胶带？没有。干嘛？等一下可以现场还原吗？刚刚有人有拍到那一幕吗？哎，兄弟，赶紧猜啊！准备。准备。要申请劳健保。好疯啊！讨厌。我疯了，等一下啊，拿2颗给我。